巾幗梟雄之喋血長天，戰爭無情，亂世復生，令人生不由己，各安天命。為民族奉獻鮮血，慷慨就義。為咗我哋嘅國家，我哋絕對唔怕犧牲嘅。為情報以身犯險，埋沒感情。我叫張寄臣，隸屬東江游擊隊。為仇恨忘情負義，心狠如狼。你死都唔怕，我周世家仲未可以怕。國仇家恨，恩怨情淚，編織壯烈悲歌，成就一代巾幗梟雄。30年代嘅廣州，人民生活簡樸，從未預知籠罩喺腥風血雨嘅陰霾之下。一場噩夢突然驚醒，神州大地慘變日軍施暴嘅熔爐。動盪亂世，金錢力量變成勝利關鍵。我一定要得到清朝嘅保障。有咗啲射殺等王間之後，我冇天界難去喺廣州稱王噶啦。我今日殺晒所有敵人，衝啊！無論如何，我哋都抗爭到底。亂世能成就一個人，亦能摧毀一個人。到底佢哋是龍是寇？我哋應該一致對外。點解同我作對？點解每日要同我爭？係你逼我㗎。My TV Super 見證亂世，巾幗梟雄。TVB 最新自家劇《My TV Super 點播區》搶先播放。身處中日戰爭嘅動盪時代，人人自危。我頭殺過嚟啦，快啲走啊！巾幗與梟雄，久傳亂世。我已經對你唔住，我賠你唔起。當我哋真正勝利嘅時候，唔會再俾任何男人傷害到你。一個連死都唔怕嘅，有咩做唔到嘅？我要做皇帝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挑戰尺度極限，未首播竟然激起全城話題。你要我死，我都唔會再俾你毀我名節。我要全世界嘅人都知道咩叫做痛苦。呢個世界根本唔會有快樂，只有痛苦。時低時候破格演出，李天勝監製，My TV Super 原汁原味30集一刀不剪，即將破禁上架，再掀巾幗熱潮，巾幗梟雄之喋血長天。